我出世嘅時候，左手已經同其他人有啲唔同。醫生話呢個係叫做先天手差異嘅罕見病。我嘅左手冇手指，有時都會覺得有啲唔方便，譬如好難綁鞋帶。不過我做到嘅事其實比大家想象嘅更多。我2歲嘅時候喺電視新聞睇到高爾夫球比賽，覺得好吸引，同爸爸媽媽講我想試下呢個運動。佢哋一開始會擔心我唔可以用單手揮桿，不過我哋遇到好多嘅好好嘅教練，幫我設計最適合嘅訓練，等我可以有一個好獨特嘅姿勢去揮桿。打高爾夫球其實好辛苦㗎，因為比賽成日都好早開始，所以有時我要朝頭早5點鐘起身準備，而且每次打都要差唔多打5個鐘或以上。如果天氣係好熱啊，或者好大雨，我都要繼續打㗎。不過我真係好中意高爾夫球呢個運動啊！我好中意大自然嘅環境，同埋我好中意挑戰自己，一次比上一次打得更好。我都想成為世界第一嘅殘疾高爾夫球手。我希望將來會有更多傷殘人士高爾夫球比賽。我要多謝爸爸同埋媽媽，每次比賽都陪住我，鼓勵我，同埋都要多謝啲教練幫我做到最好。患罕見病嘅人一樣可以追尋夢想，只要肯努力，我相信我有無限嘅可能。你會支持我嗎？